大家好，我係香港電影導演高志森。我今次咧係非常之榮幸同埋開心啊，能夠咧由香港飛到過嚟，係參與呢個喺多倫多今次舉行嘅多倫多中華電影節。呢個電影節今次咧大會係對我哋部電影《嶺南功夫少年》係非常之大嘅鼓勵同埋係支持。大會除咗係俾我哋係片段式放映，但係咧亦都係得到觀眾嘅認可咧，係頒咗好幾個獎項俾我哋嘅，包括我所知道啦，我哋今晚係攞到啦，就係呢個係最佳新人嚇，我哋有一位咧係演阿洪金寶後生嘅，嗰位新人咧第一次拍電影，非常之好，吳文亮。另外咧就有我哋嘅電影主題曲係由鐘鎮濤主唱嘅，亦都得到咗觀眾喜愛嘅，作為係最佳嘅電影主題曲。一班咧係喺呢個大灣區嘅電影呢個音樂人，年青嘅音樂人喺鐘鎮濤先生嘅鼓勵同埋引領之下咧，就完成咗呢隻歌。咁我自己好喜歡呢隻歌。另外就亦都係大家對我哋部電影係非常之好大嘅鼓勵支持，就俾咗我哋一個最佳嘅電影。我個人咧亦都喺今次咧係得到一個個人嘅一個獎項。以上種種咧都係反映緊咧，其實大家都好愛錫我啦，好愛錫我哋，俾分俾得好手鬆。但係咧呢份鼓勵係在心中嘅，我哋會繼續努力。盡力而為，將我哋嘅電影作品做到最好。我相信咧就成個電影嘅足本咧喺嚟緊嘅出年咧一定會同大家見面嘅。到時希望大家咧入場睇下呢部戲，洪金寶主演，朱咪咪、米雪。我哋亦都有4男2女嘅新人，係我用幾個月時間係喺呢個廣東省大灣區係海選3000人，海選咗4男2女去主演呢部戲。呢度好多都係第一次拍戲嘅。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，俾我哋呢套戲入場買飛鼓勵我哋。